婆话你这些是露西亚白黑人啊喽。面色呆木，拿住手臂，面色麻木手不得，你在路在点嘛？这些是露西亚呢？你想一次啥苦干了个姿态？一地里怪，啥人 Q 瓜比？你就抓嘛一苦瓜比，很拉个送啊喽！一年吃热菜里，一咱们来热的，不干一十年，是怕一手点瓜，是里比来去打送啊喽！啥人 Q 路票瓜比？这些是露西亚的，你不点说，没做瓜嘛提肉呢？这些是露西亚里一点嘛你不拉嘛不你，阿克啥都历史，你嘛和历史你露西亚呢？只是是啊，提肉阿妈的，没做过白个狗，过去呢，上下里口，再有可能吃人不呢？只是是啊不得，可就点嘛，是点嘛黑人啊喽，可就是是啊提肉阿妈，这些是露西亚伊，特产嘛就你的，亚里那嘛表个，白木些把提肉呢，伊的嘛下嘛米叶子那嘛表个，嘛下嘛米一个黑瓜，可富狗，过来爱米，不啥呢？伊尼嘛比伊就你的嘛破了子那嘛表个，日期可大嘛不呢？过来比。咱家嘛呢，也得花里马克，古马维提哇，这些是露西亚的阿杜瓜，出席个那嘛，3000阿米，一瓦布嘛花里，古马布尼买这布呢，一面是你把留的入豆狗，古人爱米，古瓜就在阿里头去嘛呢，一面是你把入豆干爱米，这些是露西亚呢，可太嘛太时光阿克路比拉路，路亚天呢，这些是露西亚，一里比瓜阿他出去吃比，咖西狗，古瓜比无都是，这些是露西亚呢。可是从那瓜阿克，你就做嘛？这些是去入普拉狗，那是阿觉得阿克啥么？